你我无咯。大自然内底有足侪咱听袂到的声音。一款声音变做一条歌，你敢敢呐？你敢有用心听过大自然的声？大家好，我是阿蕾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新，今仔日Adventure 嘞，哦，对，欢迎来到 Adventure。 Adventure，Let's go！你有听到什么声音？无啊，你看你就白使啊！我甲你讲，大自然内底有足侪咱听无的声音。你想看卖哦？若是这款声音变做一条歌，你敢敢呐？可能会袂歹哦。我甲你讲，我有一个好朋友，伊是一个电子音乐人。即马咱就做伙介绍 Gary。Gary 电子音乐制作人，真够透过环境去采样，甲大自然的景致变做音乐。请问你平常时拢是做啥物款的电子音乐？我介意去大自然，找好听的声音，变成一首好听的歌。毋是 EDM 迄款的啦，无，不是，不是哦，是互你的心情较了滴的。伊会互石头唱歌互你听。哦，金牌熊熊呢？没啦。啊，即马咱就来做伙去学着变笑。Adventure，Let's go！ 我感觉这个气压水真好，我想要收一个音。哎呦，啊你要安怎收？录音机，录音机，这是录音机，有麦克。所以就爱对好准。哎，对好准。试看卖。敢有？有，刚会当谈看卖。诶，好。有清楚无？做清楚的。你就看电影共款。哎，对，杜比烦恼。对。试看卖。开始试一届，结束试一届，简单啦，就是数字有咧走，就是有咧走。好，安尼我试看卖。做特别的感觉，我知影迄个差别啦，差别就是即摆听的时阵是规片的声音拢听有，不过挂迄个耳机了后，就是部分的声音会足清楚的。来，换你。你无咯。搁一摆。有啥物感觉？亲像我是一条鱼，大伫水内底，伫遐游来游去安尼。啊有白白的人石头落去。听了我拄仔录音的迄个声音，就是感觉规个人足平静，是无？嘿，足了滴的呢。做声共款。人安尼，咱去找其他声音。来 ，Let's go。即马咧录石头的声音。好，开始。搁一摆。看卖。啊，我知这是啥？这是 Rock and Roll。Rolling Stone。无食饭。哎呦，这袂歹，就会伫咧烧。哦，会伫咧噼啪噼啪一声。白侧音对，白侧音，刚刚要困去啊。就是会当安大人心。对。即马要用这个坐回零机来的机器。哦，即马 Gary 处理这台机器是一个回零机为英国来的，透过物质的过程的特性，生出不同款的波形，变做音乐。安尼树啊、叶啊，都会唱歌互你听哦。好，开始啊。你有听到声无？伊的声是啥物款的？电子音乐。噔噔
噔噔噔，咻咻咻，就是真的也假的啊？今天要噔叮噔叮真的啊。就奇怪。足奇怪的。对，亲像 keyboard， 一下悬，一下低，哇，足神奇的。我感觉这糟蹋风，做伙去找一丛大丛的树啊。所以小水无共，就是伊的声音会无共。好，好，啊，你就会使做音乐。那个我哦，哎呦，有录到吗？一若有录到。哦，赞哦！大场面。甲我关心，是咧讲有翕到。啊，这款朋友真正是。无啦。啊，你考中完了无？无，所以就是安尼，观众朋友来深山哪来，要注意安全哦。赞。因为头拄仔去大自然内底佚佗，所以即摆淡薄仔枵啦。无错，所以就邀请总铺师阿丽煮物件互大家食，希望是好食的。Gary 迄边要创啥？哦，拄则有收足侪声，即摆伊会甲迄个声变做是一条歌。大自然之声。对，啊，你要创啥？就看你斗相共，嘿啊斗相共哦，啊！好。咱即马就开始准备。安娜，阮即马已经，祝贺啊！哎呦 ，Gary 迄边咧，好啊。哎呦，哦，哎呦，真紧 ，OK。我甲溪仔水的声、甲湿布的声当做是大自然的气氛，石头卡手机的声当做是大鼓、小鼓甲嗨 hat，是这条歌的节奏。上尾佫加一点仔的 effect。咱即马就来哪食哪听。好。今日真趣味，真忝。我已经足久无讲安尼济台语啊。今日是一个正港的台湾人。Feeling like 架杠。feeling like 正港的台湾人。